去年哦，宜兰有7成的交通事故，拢是发生伫无青红灯的路口。县政府嘛提出改善的实验计划，选伫三星乡的少林路二段，佮有宜兰市凯旋路129巷，要来试办哦。但效果袂歹哦，就会推杀到全县。后车经过无号志的路口，或一台轿车对边仔弄过来，直接并车，好加在车顶的学生拢无安全。宜兰县去年有7成的交通事故是发生伫这种无号志的路口。遮侪民众经过无号志的路口的时阵无减速，方认为讲是事故发生的主因。宜兰县政府为着要解决问题，提出无号志路口安全改善的实验计划，选定三星乡少林路2段和宜兰市凯旋路129巷做实验的地点。我们透过非号志管制的手段去改造路口的标志标线让干道的行车能够减速。县政府讲，三星乡少林路2段短850公尺到9个无号志的路口，经过事故热点的分析，最近5年就发生16件交通事故，造成民众死伤。县政府希望透过画造化线和客行标线，缩减路口的跨度，而且经过的时阵自主减速。另外，宜兰市凯旋路129巷与无号志路口就伫学校门口，会加强行人优先的提示。对，你大概看过几次的？1、2次啊，原因大概都是没有号志这样。没有，这是最主要是岔路出来。那集中的时间点也为了学生的安全，我觉得是有必要。就是做实际去访问民众嘛，认为讲，这无号志的路口应该要改善。县政府讲，路口无号志，大多数拢是因为车流量无够，无法度到实施号志的标准。暗算明年中会完成2个实验地点无号志路口的改善，而且透过录影的方式来观察半年，明年底进前若效果袂歹，会推广到全县。记者综合报道。